飘浪之路，飘浪之路哈，来继续歌曲，真的是好听了哈。谢谢大家来啊！今天的直播是咱每一天这个时间，工人甲放铃甲恁做服务的记得伴歌声哦。哦，来拄则呢啊，线顶已经侪观众朋友拢总上线了吼。哦，我一一甲恁感谢者吼，准时甲咱收看，甲咱放铃的拍扑啊哈。来，谢谢我们的综艺大哥、台中的洪大姐、咱的洪金大姐，谢谢咱挺好。来，青花姐姐是看到啊哈，新蒙大哥，谢谢曾芳大哥、龙泰大哥，谢谢彩粉姐啊，蔡大姐好，咱的米子姐姐、秀仁大哥哦，咱的愿我阿姐哦，来谢谢你哈。哎，林太太哦，感谢顺天哥哥。哎，水章大哥好，感谢凤珠姐、万忠大哥，感谢哦，跟咱神树哥哥、陈地珍大哥好，秀萍姐啊，文东哥哥，谢谢
哦，咱的文川大哥苏梅姐哈，感谢你默默的播声，拢总有看到啊哈，谢谢姚大哥。来，今天哈每一天这个时间，咱拢会先头前拢会先一首歌曲，是，然后再跟咱观众朋友来小可做一个互动哦哈，拢总有2个互动时间。头一个互动就是让咱观众朋友准备来点歌，点一首工人今仔选出来歌曲。逐首拢足好听，但是呢，要互咱观众朋友来选出恁阁上喜意听的哦。啊，第2个阶段的时阵，就是互咱动动头脑了吼。啊，希望咱观众朋友咱的安排，恁会当喜意啦吼。啊，逐工拢咧甲咱收看，吼，逐工拢来收看。早起啊，咱住伫迄个高雄迄个秀金姐啊，秀金姐啊吼，他几乎超1个礼拜就会打电话过来一次。好，然后讲吼，芳玲啊，啊，都安尼吼，甲你开讲者啦，吼，伊今仔才咧讲吼，嚯，以前伊咧少年时阵做囡仔，伊就足爱食迄啥，食迄蜂蜜，蜂蜜，嘿啊，伊讲吼，迄时阵吼，阮咧做囡仔的时阵吼，囡仔人脑蜂蜜通好食着足好啊，对无？嘿啊，伊讲吼，大人吼，因厝边啊一个医生娘啊。伊若感冒吼，拢爱去遐搭看摕药看医生。你看医生娘啊无共哦，伊毋是食蜂蜜哦，伊食蜂王乳。蜂王乳。嘿，伊讲吼，我甲着讲，都甲阮母啊差不多变这岁尔。是。好，伊吼看起来加足少年的啦。皮肤加足水。哦，我咧讲吼。加足有弹性的。老师，你个有一个歌星啊。吕日翁倩玉呀，是，人伊嘛是拢总食蜂王奶咧，是啊，好，食蜂王奶吼，迄皮肤会当互你安尼白里透红，修复皮肤这个细胞。对，伊会当甲你做修复，抗老化。对，咱讲咧食迄个蜂王奶吼，以前拢总安尼放咧冰箱，甲冷冻开，要食的时阵吼，安尼甲卡，干嘛无好卡咯，甲卡开了，再甲含咧喙的，豆用，哇，佮有起甲润顺呀。会降。伊那蜂王奶伊会降。对，会降。哦，即马无共款。但是足好。它是个好东西，纯天然的。其实你若讲吼，要平衡咱的荷尔蒙分泌来讲，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拢有一寡更年期的障碍啦，有困袂去啦，吼，这你若要平衡咱的荷尔蒙是来讲，上介好就是蜂王奶。这长期伫咧食吼，真正互你气恼烦恼。真正的啦，这蜂王奶的时阵吼，伊最重要就是讲会当维持健康啦，促进做这个代谢，上歹的，对无？增加这个免疫能力，对啊，调节咱的这个生理的机能，改善着啥？咱的皮肤的状况啊。而且吼，即马老师你敢知？即马生物科技足厉害，咱本地拢安尼一汤匙卡着吼，伊已经甲伊做安怎冻干制成，就是讲伊个浓缩开了做粉，总共4公斤来讲，伊有法度浓缩变1公斤，再甲你入做胶囊。安尼呢，你毋免去冰箱摕，你阁方便早出门。你要食的时阵随时随去啦，就逐工拢会当安尼食2粒啊。我咧讲迄以前若食一汤匙啊吼，即摆我咧讲，咱2粒等于食8汤匙啊，安尼看有法嘛，加足方便。对，所以讲吼，咱这时段，那以前的人吼，讲做爱做会到，做先这个，人做先师娘啊啦，教授娘啊，对啊，甚至我讲，对，拢啊高收入的才有法度食会起对啊。即马毋免啦，咱每一个人拢总食会起，尤其是你若讲吼，更年期开始啊，前后啊，代谢无好，皮肤反安怎？反粗啦。皮啦，反人讲蜡黄气色不好吼。我咧讲即摆的科技吼，会使讲真紧，互你吸收。差不多1礼拜时间，你甲食吼，哇，整个气色就会不一样。暗沉啦、细纹啦、干燥大数啦，或者是讲一个帮起安尼啊，松弛的这款的这，嘿，面的老这款的就是。地心引力啊，对无？真正是。伊就甲你安怎？真正佫甲你退倒去。有够赞！这是世界公认。世界公认，即摆无你讲哦，即摆这蜂王奶真正是世界公认，拢上介好。所以讲吼，咱做阿姐啊，包括大哥嘛，就爱水的对。帝王食品。咱来讲吼，想要安尼，会当安尼维持少年，无今年50多岁尔，维持掉咧。你就安啦，蜂王奶加食一罐。你敢知这个著名嘛，足好个咧。
助眠。哦，协助睡眠。哦，有啊有啊，我咧讲你若有咧食芳龄的人，暗时继续好困的。哎呀，阮的阿姐嘛安尼讲嘛，吼，啊，就是咧开工的时阵讲，吼，我即马吼，我逐工拢甲食2粒，好啊，结果出去的时阵，伊安尼头尾讲做吼，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尔。啊，朋友若安尼久久也无看着讲，哎哟，啊，你最近是安怎？是去拉皮哦，啊是去煮啥物啊？伊讲无呢，吼，伊讲叫是伊去煮迄肉毒杆菌，来讲我皮肤来翻筋骨开，伊讲啊有影，我著食芳王奶尔，都足好的啊，吼。所以讲，咱知影大哥大姐上界天然的物件，其实是上界好的啦，吼。好啦，来讲到这先开讲啦，吼。谢谢，感谢咱的隆中大哥，吼，水张大哥，你的破声有搁再次收到啊，吼。通宵的郑大哥，你好哦，嘿。来，即马要来进行着咱头一阶段来准备，咱观众朋友来点歌咯。今仔安排这6首歌曲呢，6首嘛拢真好听。头一首是温泉乡的恋歌。阵阵云烟飘过山，山脚溪水出温泉。有人来弹着吉他，唱出迄条熟悉的歌声，温泉乡的恋歌。来第2首，第2首是母女中的母女。你的风景闪烁的繁华都市，有听的音乐写伴阮在舞池。第3首哦，港都的月。港都的月，由阮来照着故乡的海花。来哦，第4首《意乱思境》。若想起咱的初恋时，时阵天点在花的远边。来第5首，第5首是《海角信号》。推倒长一塔飞浪，日久挂心错。浪花掉，深情海岛，思念变水泡。思念的海角信号，早已经找无线索。怀念着爱的小路，不知你搬去倒。来第6首哦，今仔上尾的这首哈。深情海花，老曲伴，演唱老情歌，一首妈妈年代的情歌。好，来以上6首歌曲准备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，你来卡头前这线哦，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中华县市第8换县市加一个控诉。头一首哦，温泉乡的恋歌；第2首，母女中的母女；第3首，港都的月；第4首，意乱思境；第5首，海角信号；第6首哦，上尾这首。深情海花，来准备卡电话8326-317，中华县市第8换县市加控诉。白色的云雾，阵阵浮秋天，美丽天气闪闪暗时。
百花含情台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山。喂，你好，来，关公阿姐。哎，芳玲好。哎，关公阿姐你好哦。要听倒一首？好。啊，我今天选4跟5。4跟5。哦，我下开哈。4跟5号。好啊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好，来哟。哎，你好，阿庆阿姐。你好。哎，阿庆阿姐，嘿，今天要听倒一首？1甲4。哦，温泉乡的恋歌。好，谢谢你哦，宜兰书记，阿姐哦，哈，好的，谢谢。来，尤大嫂。喂。哦，你好啊。老师好。好。来。我点。嘿。这5跟6。5跟6，海角信号。好，谢谢。哦，感谢哈。亲情海宽。哎，你好。小姐。嘿哟，阿姐你好。麻烦再点点亲情海宽。安尼哦，啊，咱住倒位哈，阿姐哦。我在屏东那边。那边哦，啊，要怎称呼你？我是陈大姐吼。好，安尼我写开哦嘿。好，哇，感谢你吼，头一届上线，来听好。芳玲吗？嘿，是的。芳玲好，江老师好。嘿，来，今天要听倒一首歌。我要听第5首跟第6首，谢谢感恩，拜拜。哦，好的。第5首跟第6首。是。海角信号。回来哟，美霞姐你好。芳玲江您好。好的。我点5跟6。5跟6。哦，好，这是咱美霞哦，哈，感谢你哈，平安。来，张小姐你好。我选2号的3号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哦，嘿。2号的3号。好，谢谢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文东哥。喂，芳玲。嗨。你好。哦，今天要听倒一首歌。江李老师你好。哎，请同你好。我听第5跟第6。第5跟第6。跟6。好，我写开哈。谢谢哦。平安哦，嘿，谢谢，感谢。哎，你好。蔡妈妈，两位好。哦，点5跟6，谢谢。5跟6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蔡妈妈哈。来，顺天哥哥你好。两位主持人下午好。芳玲哦。来。祝我身体平安，大看钱，听有啦哈。我咧听有。身体健康。新年感恩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宜兰书记，甲咱的海角信号哦哈。来，秀梅姐。我点第3首、第4首。哦，好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我们的秀梅姐姐。好，第3跟第4哦哈。好的，谢谢。来，明杰大哥。我第2跟第4。安尼。第2跟第4。好。第2跟第4。好，没问题哦哈，我来写开哈。好，谢谢。哇，来，今仔日吼，迄个宜兰书记甲海角信号是上济人点的。我来，你先。上济人点的吼。我你先。啊，你好，坤先哥哥。喂。来哈，你的电话还未修理好啦哈。好来，先来安排这首叫做《宜兰书记》。宜兰书记吼，啊，这首歌曲是咱的关公阿姐、阿庆阿姐哦，新朋友哦，屏东的陈大姐、顺天哥哥、秀梅姐、明杰大哥所点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哈，谢谢，来哟，宜兰书记。想起咱的初恋时，是春天徛在花园边，你我来露出情意，春风也带伊香。
想起咱的恋恋时，是夏天徛在阮河边，你我来糖甘蜜甜，水声也像有情丝。若想起咱的苦恋时，是秋天徛在山仑边，你我来吐出苦味，月亮也是若想起咱的悲恋时，是冬天徛在码头边，你我来提起分离，土壤也透有几暝。这首就是这个真轻松的美罗的伦巴的这个歌曲演奏，叫做《意乱思境》啦。意乱思境吼，好好，来，真正介意吼，好听啦，这首歌曲吼。来，谢谢，感谢咱线顶侪观众朋友吼，听完蔡妈妈啦吼，蔡妈妈哦，茂煌大哥、林大姐。桂荣姐好，神鼠哥哥、青花姐，还有阿庆阿姐，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文东哥哥哦，谢谢秀萍阿姐、顺天哥哥哈，来，咱来挺好大哥、风珠姐哦，淑美姐姐、意境有看到啊哈，来哦，文明大哥、坤心哥哥哈，谢谢，感谢恁的抱甲声，吼，默默的抱甲声拢总有看到哈，哎呦，张平潭大哥好，谢谢你哦哈，拢有看到哈，来，默默的抱甲声，感谢恁哈。即摆来速速要来进行，阮的节目吼真连接啦，都安尼一只啦，一捧一捧时间咧过足紧的吼。啊，咱即摆来要来第二阶段，来到第二阶段的时阵哦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来听歌，听好歌，有歌名，好嘞，你送互你。讲到这好嘞吼，观众朋友啊，咱今仔真领实在是真正无共款的啦吼，真领叫做多功能的吼，咱即个。面西的摊啊，面西摊啊，哦，这呢，来，你看卖啊吼。万用纱布盖毯。西啊。啊，这西啊吼，就是上咱一般吼厝内底拢迄种啊棉的，啊无就毛巾被啦，啊弄啊啦，压一了蓬蓬烟，这呢，咱这西啊，敢若西啊纱，西啊落做的吼，伊是一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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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一般人2烟就足厉害对无？你敢知？这条囡仔做6烟的啦。6顶洗哦，6顶洗的时阵吼，互你洗开的时阵，愈洗愈蓬，愈洗愈软。啊，这领呢是要互你会当储，会当夹，会当遮阳，会当做海滩巾。啊，佫会当呢做野餐垫。今仔若去公园的时阵，哦，啊，规家口带出去吼，啊，个囡仔伫公园伫咧佚佗对无吼？我咧讲哦，甲厝咧就会当当做野餐垫。啊，今仔若去海边的时阵吼，
叫做海滩巾啦。是。啊，若讲热的时阵吼，佫会当遮阳，好有够好。啊，若去坐高铁的时阵，爱坐火车伫车顶，有当时啊冷气吹了较冷对无吼，佫会当安尼掠咧，安尼偌水咧吼，做双缘的吼，做双缘的，伊咧。咱即个寸树吼，直接甲咱观众朋友报告者哈，你毋捌看过遮大条的啦哈。看度80公分，长度160公分。来，看度就是80公分咯吼。长度的时阵呢，160公分。我拄到底的时候，拄甲我的鼻仔遮搭，剩目睭尔吼，就是遮大领。所以讲，咱若伫厝内底的时阵，你想要厝，你想要教。是客厅的时阵咧看电视，冷气伫咧吹，有当时冷冷啊，对无吼，咱困去啊，来要午休一下，真正会当当做哈盖毯来甲使用哦吼。来，这呢今仔日你若要歌的时阵，就要来送互咱观众朋友哦吼。是。一领来准备落歌。出世无山，河流有水也是会变换，海风阵阵寒。一只小鸟吹无伴，歇在村头花。心肝。这首歌曲洪一峰先生啊，这个代表作的一首歌吼，四字叫做什么名？来，咱就这个本土的歌，我们唱完了后。要来邀请到咱本土的歌后，都是詹马文小姐，也一块我那是伊属于这个代表作啊。也甲这个淡水有直接关系的一块情歌，我即摆现主是要来甲演唱这块歌曲，拢总有4字。用我目睭看，我的心有你的影，不免来用耳听，我的心有你的声，讲无爱，一段袂算啥。安怎？我心内无
人比你搁较好，你敢知影？若问我怀念啥，无缘迄个人啊。若问我怨叹啥，袂当到老，感情像伊早。担心肝，亲像烟草思念的歌，不免来用去听，我的心归暝雨声。若问我怀念啥，无缘迄个人啊。若问我怨叹啥，袂当到老，感情像伊早。淡水的雨。压淡心肝，亲像烟草思念的歌，不免来用去听，我的心归暝雨声，我的心归暝雨声。这首歌曲叫做啥物名？哇，来，吼，真正吼，拢总满线，一直咧满线当中啦。好，来，谢大姐你好。后来我即摆主持速速来甲走一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就要来甲公布答案。谢谢，非常感谢。来，咱即摆主持听好歌有歌名，即摆要来甲做一个杂志。做杂志啊，哈，来甲公布答案。准备要头一首歌名。淡水黄昏大时，夜幕打水边，高灯前写心空虚，遐红对海面去。
这首歌曲就是洪一峰所唱的歌曲，叫做《淡水无色》。哇，淡水无色，真的很多人有对哦哈。这首第一首了哈，来第二首呢？不免来用我目睭看，我的心有你的影。不免来用耳听我的心有你的声。这首歌叫做《淡水的雨》，淡水无色，第二首淡水的雨，两首歌曲拢甲淡水有关系。安尼呢，咱即摆先甲收开，小等下邀出一位观众朋友吼，来安尼，咱来送咱即个多功能的咱的面丝巾、面丝毯啊，这条呢真正是80公分宽。长度160公分的拄一个人，咱若讲要当做脖巾被子来讲，毯啊拄啊好，像讲我伫客厅就好啊。迄若咧追剧的时阵真正全踮遐搭，一领粗，一领夹，好，迄搁较赞哦。甚至看甲做这个真感性的是目屎伫个内，即嘛当切。因为伊的吸水力就好。对。伊这呢会当当做浴巾使用，但是伤过无彩哈。这条你就会当当做，我甲你讲出外时阵当做野餐垫，去海边的时阵当做海滩巾。足理想。若要出门行讲晒到日头的时阵佫会当掠咧。做雨伞。若伫车底有当时尤其坐火车、坐高铁啊，哎坐别人的车，冷气拢开甲足强的对无？对。好，安尼佫会当安尼稍微安尼。收纳很方便。你甲收起来先安尼。对，薄安尼袂说咧皮包共款。摕出来时阵的时呢，好，佫足水的，足有质的。我咧讲做香性，袂爽啊！买啦，你买啦内底佫足侪只蝴蝶。恁查某囝仔看到讲这阿妈妈足水的物件，我要。好来，咱即摆呢拄则，咱伫咧讲的是咱这腰骨的部分。当然咯，今仔日我。佫较特别的啦咱都观众朋友来，佫挡袂了。我佫咱讲真的，我实在讲叫我挡袂掉啦。头家讲会小你小控制，我讲很难控制，莫甲我挡哈。我来讲，今仔日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这一档期等下互我进广告了后，恁注意听今仔等下这个广告，你只要电话若甲阮卡通，甲阮加油的来，我们只有35个。甲阮加油，嘛甲你加油。来，咱这领160公分长，宽度80公分的，双面的双面的来你看卖，双面的来，咱这个6円面丝互你愈洗，触感有够好，愈洗愈蓬。愈洗愈软，愈洗愈好夹，这就是讲伊这面洗的特色，就是安尼哈，而且佫足高级款的来，今仔日你等下若佫进广告的时阵今仔日隆重加码送来进广告者来。好，来，隆重。今仔日要甲咱观众朋友介绍的是爱你水，爱咱才侪观众朋友。爱互大家水。查甫大家嘛足爱水的。老师你有爱水无？有啦。嘿啦。今年咱电视机前咱在阿嬷阿姐啊，对无？今年80几岁、70几岁时阵，咱嘛还佫足爱水的。爱水是人的天性。我咧讲咱的爱你水芳王灵这是高倍数浓缩的，做冻干制成的甲咱以早伫咧食人讲伊遐好野人太太。鲜丝牛啊，哎呦，迄人那安尼生做皮肤白安尼水当当，人因拢总食芳王奶啦。以前芳王奶爱摕冰箱冷冻开，若要食的时阵一汤匙啊卡对无？好，食着佫会夹
降安尼，会降无好囡仔较唔敢食。食即马呢，我咧讲哦，这上在新的科技哈，甲做冻干制成，对4公斤的芳王奶，好才会当做包起来1公斤的芳王奶粉了吼，而且这是完非常全珍贵啦没有添加任何的哈，血当。纯天然的，我咧讲啊，芳王奶你咧食安怎？观众朋友你就知吼，要爱水的，维持青春的。延缓老化，对无吼？佫会当促进代谢。是。观众朋友，你会提升你体力嘛较好，精神嘛较好调哦理生理机。无大紧，系。咱会当吼，咱若一寡查某人啊，甲更年期的时阵啊，荷尔蒙分泌无正常啊，对无？心情会安尼起起落落啊，气色较无啊好啊，对无？会当调节生理机能，无大紧。皮肤好，伊只会弹性会好开，皮肤会去翻筋骨，吼，来。佫有一点足重要，咱人来讲60、70岁时阵，拢就睡眠障碍，迄就是吼，伊的自律神经啊失调去啊哈。我咧讲，拢会足浅眠的，小可拿咧啊，小可尖落落去，变一下一丝丝的声音尔，啊，你听得足清楚吼。对。伊伫你咧困的时阵，无法度深层入眠，芳王奶来甲食上介好哈。是啦。观众朋友啊哈。会当讲吼，品质甲你挂保证，挂保证的吼，浓缩再浓缩。所以讲你以前若食一汤匙啊，我咧讲你即马食这安尼一粒，这叫做浓缩的哈。一粒等于食偌济啊？安尼就等于4汤匙啊个，一粒无？4大汤匙。4大汤匙啊个啦，吼。所以讲吼，每一个人，包括孕妇，包括查甫查某。你若想要互咱维持健康、维持青春，莫一寡更年期的困扰时阵，我咧讲这项上介好。啊，毋是干那咱内底芳王奶好尔哈，做咱这浓缩制成，内底佫有鱼鳞胶原蛋白，而且阮的鱼鳞胶原蛋白是187年的老厂啊哈，皮肤的弹性，德国的厂，这个是百年大厂哦，都制作的哈。这内底伊全世界上界有名，就是做这鱼鳞胶原蛋白。内底个咱参透这鱼鳞胶原蛋白哦，专利制成哈，拢总有15国的专利制成的哈。所以讲今仔的观众朋友啊，这叫做黄金比例。内底毋是干那讲或者，互你内底有生态级的哦。生态级的哈，生态级就讲吼，观众朋友足好吸收的就对啦。吸收上介紧啦。对。吼，吸收上介紧哈，来，而且吼。内底还佫有一项叫做刺破，刺片，刺片内底吼，这个刺片就叫哦，老师啊，伏牛花这吼叫做刺片吼，你刚查到啊。这呢，吼伏牛花这个叫做刺片，刺片伊是咧食安怎？我跟你讲吼，伊内底植化素是上悬的，伊就会当吼，敢若袂输带路鸡共款。咱内底加这刺片落去的时阵呢，伊用这芳王奶啦。哦，从这咱的鱼鳞的胶原蛋白，甲带去需要的所在，甲放哦好，佮互你安怎吸收，佮较紧。交通警察。哎呀，当然内底佮有珍珠粉吼，啊，有伽马谷维素，这拢总是上介好的哈。要互你安怎？水当当，互你人轻松，翁仔某感情佮会好哦吼，这足重要哈。来外口伫咧卖时阵哦，一盒就是2000块，哦，因为咱这是高单位吼，高浓缩的物件吼，无共款啦哈。这2000块，今仔甲咱注文交代，注意听哦吼，2盒拿回去的时候，2盒摕倒转去哈，优待计小3600块。3600块，嘿，就接不2000啦吼。你看嘛，15项的专利认证的哈，你绝对我咧讲，你目前市面上讲芳王奶内底，无人有法度做到这种制成，讲这尔官芳着啦吼。所以讲吸收足紧的，真紧就互你有感觉的哦嘿。来，今仔甲咱注文交代的时阵，买2盒，优待已经3600了，对不对？对。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搁再加嘛。搁加一盒，等于就是3盒，3盒就是6000。我加一盒，叫江林老师搁加送一盒，我搁加一盒，买2盒，再加送2盒哈。来，都等于4盒。买2盒再加送2盒哦吼。来，0800-815181，今仔拄哦买2盒，我们再加送2盒哈。来，即马电话开始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，0800-815181，0800。815181，来，今日电话卡通的时阵吼，再加码哦。爸爸姐要卡完了，
吼，咱做爸爸嘛是爱食哦，你唔好讲说找人咧食的哈，无，咱这无分查甫查某，包括讲青春的少年家啊，查某囡仔伊拢总会使食哈。歹命人交好命，对。才互伊这个元神光彩，来才互伊体力好，嘿，来要食好命，食好命啊！今仔日你若甲咱主文来，今领再加码，35领尔。来，我即马开始要来接电话哈，恁之前有买过吼，甚至呢，恁食了要甲咱斗相报来，电话开始互咱观众朋友来接哦。秀明姐，来你好，喂你好，徐妈妈，我买一组啊，买一组啊哟，你徐妈妈你顶抓都买啊呢？啊，你顶抓毋是有买过啊？啊，进前买都这都无啊，无啊吼，好，我甲你下开。袂歹啊，袂歹吼，就食加足水的哈。好，我感谢你哈，谢谢，来哦，电话我咧讲吼，规个拢总满线。喂，你好，贤珍大姐，贤珍姐你好。王乳4盒36吗？4盒36啊，嘿，4盒36啊。来，贤珍姐，我等一下打电话甲你回电话哈，4盒36哈，来，秀款姐啊。我要买一组。哦，买一组吼，哦，我会写开哦嘿，今仔日吼特别有加码哦嘿，再加码哦嘿，谢谢，买2盒，我再加码，佮加送恁2盒。一家大细拢总会使食，包括厝内底咱的查某囝也好，咱的新妇也好，咱的翁，包括讲即摆孙仔当伫青春期的时阵，这上介好，伊佮内底佮加一个珍珠粉呢。迄珍珠粉你知影食的吼，若讲即摆拢爱呀啦，皮肤较白美白吼，才是厉害。来，素琴姐你好，喂，阿琴姐啊。嘿，要一组吼，嘿，好，我下开哦嘿，好，谢谢你哈，平安哦嘿，谢谢，感谢。来你好，来，等下再打电话你来哦，阿姐哦吼，我等下再甲你回就好，无要紧，你不用紧张吼。来，锦兰姐姐你好，金兰姐啊，要一组哟，哦，我下开哦嘿，一组哦嘿，好，谢谢，来。0800815810815181，我甲你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伫外口绝对无法度看到这种组合，15张的世界专利哈，15张的世界专利哦嘿，来，哦，明玲大哥，你搁卡一摆，明玲大哥，你搁卡一摆哈，因为电话即马拢总满线。贤珍大姐，你等下吼，搁卡开时阵，我再搁卡去回电话就好啊。来，秀玉姐你好，喂，阿娇姐，我卡就是记电话，因那甲我卡唔到。哦，安尼啊，无咧，安尼卡掉啊吼，卡掉啊吼，嘿，要一组吼。你即摆伫遐讲者吼？嘿，对，芳王奶哦，爱你水芳王奶哦嘿。你安怎食？来，我等下甲你讲哦吼，你电话挂掉，注意听我讲哈。观众朋友。你若是平常时爱食，你会当吼，看是要早时啊食2粒，还是暗时啊食2粒，安尼就好啊哈。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的人，困眠足浅眠的人，你暗顿食饱的时阵，你才食就好啊。安尼我来讲也助眠，帮助睡眠吼。所以讲，我会建议讲，咱芳王奶伫咧暗时要困的之前食。就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来，电话继续互恁卡，0800815181，0800815181。你若经年规个过的时阵吼，到啊，你困无好势，啊皮肤干燥啊，吼啊心情感觉讲真紧张啊、压榨啊，这项上介好哈。来，爱你水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来啦，等下现场了哈。来，喂，宝玉姐。我要买那个。好，我下开啊嘿，好，我来下开嘿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一组哦哈。来，我今天新朋友很多呢。哦，我咧讲吼。以前拢总是安怎？先4年啊，好养太太伫咧食。即马咱拢好，我咧讲，今仔这档期拢总要互咱观众朋友，拢总互恁食会起啦，好不好？来，明玲大哥。大哥，你要买一组吼？你好，我唔是要买你。喂，你好。来，安怎？小月姐哦。好，有啦。嘿啦，等下再甲你回电话哦嘿。好。
好，拜四吼，哇，整个。今拜二啦吼。好来，老师，你准备一首歌，我来线卡，甲恁斗接电话。哇，规个拢总去了。来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阿珍姐。欢迎了。嘿哦。我要爱一组。要一组吼，好，我写开哦。嘿，好，今仔行，明仔载就会到吧，吼。有啦，老朋友啊，嘿，吼，好，谢谢。安尼我等下你甲我回，我再甲你回电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吼，讲顺线要甲咱点歌啦，加油哈！你若甲阮加油的时阵吼，线卡拢会做甲阮小姐交代，讲要听什么歌，咱尽量直播内底甲你做安排。老师，你安排倒一首歌？你活动无我？好，安尼哦。你就是爱迄个亲，搁刷了就是你迄个海角信号啊。海角信号好来。对，海角信号哦，哈。好来，谢谢。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们真的要吃啦，对家己较好诶。以前咱食袂起，吼，甲人像我就好啊。以前吼，我若生调剂的时阵，阮妈妈拢会拿蜂蜜互我食，哎呀，伊抗发炎嘛，伊会当抗发炎。哦，啊，若像讲膀胱炎，伊更较好啊。它等级更高，吼，而且即马拢总做到怎冻干技术，就是讲等于四汤匙啊，多一粒胶囊，它就等于好了一粒胶囊就等于四汤匙啊。所以讲一天叫你食2粒，绝对有够的啦，吼。所以讲会当互你安怎足紧的哦，吼，你的皮肤你都有感觉啊。是啊。包括讲内底珍珠粉啊，它可以美白啊。气色嘛较好啊！你若讲有当时啊，咱气色无好，对无？黄皮皮啊，我咧讲吼，伊拢总会当甲你做改善啦哈。来2粒，我今仔我你讲哦，我今仔已经昨暝有食2个，但即摆要搁食2粒啦，吼，搁食2粒啊！来电话继续恁敲嘿。啊！夕阳无限好，可惜近黄昏，海波浪一阵又搁踏入去往日的情怀思慕。敢讲日落的彩霞是我爱情的源头啊，心情淡落落，要安怎脱开心中锁？叫我要如何发出海角信号？推倒长一脚皮囊，日久挂心中。浪花钓清静海岛，思念变水泡。是连的海角信号，早已经找无线索。怀念着爱的小路，不知你搬去倒。日落染彩霞的海面沙坡，波浪会着我踏入往日思慕，心情淡落落，如何透开心中锁？不应该执迷伫爱情的款土，爱你就永远的将心交予海角信号。你听见无？推倒长一塔皮囊，日久挂心中。浪花钓深情海岛，思念变水泡。是
然的海角深河，早已经找无线索。怀念的爱的小路，不知你搬去倒。日落染彩霞的海边山坡，波浪会着我踏入往日思慕。心情淡落落，如何偷开心中锁？不应该只迷伫爱情的款图，爱要着有缘的将心祝福海角深河，你听见无？好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即马呢，就要来抽出着同款哦，今年160公分长，看度80公分的吼，咱今年多功能的透气垫啊，搭毯子足好势哈。来，即马来又出一位啊嘿。来，洪秀荣大姐，秀荣姐。是洪秀荣哦，哈，洪秀荣大姐啊，恭喜你！音乐甲走落去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你讲哦，我们今天只有35位，炸35位哈，因为我们真的要限量啦，无内底真的不够哈。惊讲我说，到时阵咱就上完的无啊，就杂志啊吼。啊，若有摕到的，观众朋友，恁进前顶礼拜时阵，咱有送到啊。吼，有奖的时阵嘛有送到对无？迄敲电话来，学落甲会答字，伊讲吼食甲，迄带，咱迄讲咱两个咧讲带伫店中啦，店中迄个谢大姐，谢大姐讲，伊吼毋捌看过讲迄料心遐尔好诶啦，好也要夹也要煮，也是要包诶，拢总足好势哈。质感阁好，花草阁水吼，好，所以讲咱今仔有限量哦，35位哦，嘿，祝你健康快乐，谢谢，拜拜。日落染彩霞的海边山坡，波浪会着我踏入往日思慕，心情淡落落，如何偷开心中锁？不应该只迷伫爱情的款图。爱要着有缘的将心祝福，海角深河，你听见无？谢谢，感谢。